伫旷野避万耶和华的路，伫沙漠的地修平咱的上帝的道路。耶和华的阳光的确显现，烦恼有血气的要拢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嘴讲的。咱三角来吟圣诗，圣诗第43首，世间众人拢着恬静。三甲用新的界面来告白咱的信仰，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有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三角用启应来读上帝的话，启应文44篇，也就是以赛亚书。40章，启应文44篇。恁的上帝讲，着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的罪罪已经行清楚。
有声发讲，就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大家山谷拢要屯河边、屯河田。冤屈的要解互直。上主的阳光一定显现。上主有安尼亲嘴宣布，有声讲你着宣布。着讲人拢亲像草，草会干，花会谢。人拢真正亲像草，草会干，花会谢。报好消息，互圣爱安的人啊，着上关山。着大声喊，毋免惊。看至悬的上主要带大官灵来临，看伊抢转来的人要甲伊做回来，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要带遐个羊仔，树林的羊母，稳稳啊行，同心来祈祷。请来，请来，伊玛内利，全人类所仰望救赎的主耶稣基督，请你来进入阮的心，互阮家己同在，伫这充满仰望感恩的大港节期。求主时刻保守，互阮甲同信、学士、理性的亲友相处，显出谦让的心，互人因为阮认捌主耶稣基督。当阮面对微妙的世界，甲各样的挑战的时，为学习安静伫主的面前，听候主的带领，靠主得胜。请来，请来，以马内利，全人类期待、全智、全能的主上帝，伫大港节期，阮为着至亲甲好友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主的救赎甲怜悯。主啊，求你赦免阮对至亲好友的疼甲关心无够，所以有侪至亲好友有缘毋捌你。恳求主怜悯，互阮对人的灵魂得救有负担，伫日常生活中有好的见证，互人因为阮得到福气，通归荣光互主。请来，请来，以马内利，发出我通找见之罪呼召的主上帝，恳求你赐下同心合一的心，互你的正仆人。伫你找引去的这场有同工，愿你帮赞你的正牧者、正教会的中心，同工彼此同心合意，兴旺你的教会，宣扬你的福音。求主除去教会中任何的纷争甲伤害，互你的正仆人带着你的权柄荣耀。引带信徒进入满有主的平安甲喜乐。请来，请来，以马内利，台湾的主上帝，恳求主的真理伫你得证，你的掌声明珠，你所听所看过台湾这个报道，求你阻止对敌的侵略，除去各种谣言破坏所造成的对立。忧虑甲不安，互伫遮徛起所有的子民和平相处，行公义、好人民，
满有主的平安甲喜乐，请来请来，姨妈来哩，有丰盛的恩典，怜悯慈悲的主上帝，恳求你赐下伊的大灵，伫受武汉肺炎感染的每一块土地，以及每一个人，求你大官灵的圣手，除去侵害人心灵的病毒瘟疫。主啊，你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主宰，众人同心合意防疫甲祈祷，你一定垂听成就，互世界各国快快恢复正常的生活。亲爱天父上帝，恳求你的荣耀眷顾你的圣会，带领阮早起的敬拜、圣礼典、洗礼、圣餐，以及阮的服侍。愿一切荣耀归上帝的名，阮同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圣歌对因要吟的诗歌，大讲会较无。
用心来强受圣经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8节。马可福音第1章1节到8节。第1节，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亲像伫先知以赛亚的册所记载讲：我找我的使者，伫你的面前来修正你的路。有得叫伫旷野的伊的声讲，着避万主的路，修直伊的小路。约翰来伫旷野行洗礼，传反悔的洗礼，互人得到赦罪。同犹太地甲耶路撒冷的众人，拢出来就近伊，认因的罪，伫约旦河对伊受洗礼。这个约翰穿绿道门，摇下皮带，食草莓甲山野的蜜。伊传讲，有一个比我较有权能的，缀尾我来，就骨头来偷伊的下大，我也袂堪得。我捌用水甲恁行洗礼，伊要用圣神甲你洗，甲恁洗。以上愿上帝是阮祝福所有听见伊的话的，咱所敬听老牧师今仔要传达的信息，有比这份望。请咱同齐来祈祷。主管的上帝，阮感谢你的听。当阮自责的时，愿你的话成做阮的帮衬；当阮敬拜的时，愿你的圣神进入阮逐人的心，帮助阮，互阮认捌你，也愿意照你的话安尼去行。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嗨，这位大家平安。时间过了足紧，来到12月份，咱也已经点到抬杠节的第2期6节。唔知今年来到12月份，咱会有啥物款的感觉呢？这少年人咧讲，总算这个奇怪的2020要结束啊！总算这个唔知影安怎讲的2020要到伫一个结束的时啊！咱期待这个奇怪的2020会当赶紧结束，但是咱敢确信讲2021就袂怪怪吗？根据侪人咧研究讲，虽然看起来疫苗已经开始咧发明，但是因一开始就讲，这个疫情要影响咱吼，至少到2022啊。这个意思是讲，咱还阁1年咧，咱要期待啥物？咱想要等啥物？今年的圣诞节有可能甲过去咱所熟悉的圣诞节，敢袂阁同款吗？圣诞节是一个闹热的节期，圣诞节也踮伫商业活动的影响下面，那亲像一个落到，一个嘛消失的一个节日。但是对于咱每一个军队耶稣的人来讲，今年的圣诞节，咱会期待啥物？圣诞节所咧讲的信息是耶稣基督独成肉体，伊就是一个至美世的婴儿出世踮伫马槽内，一个至美世要成做世界的愿望。若是安尼，咱会期待啥物？咱是期待一个热烈滚滚的庆祝活动，也是重新学习去期待一个至美世的行动，要改变咱的生命咧。今仔日咱读马可福音的起头，踮伫一个新约老师伊的解释内面，伊讲马可福音的起头吼，那亲像比别人下一节啊吼。伊为虾米安尼讲？伊讲那亲像输在起跑点上。伊咧讲这足趣味的，所以咱来想看卖，无共款福音书的起头是虾米？
咱会记马太福音的起头是啥物无？马太福音的起头，可能逐摆咧邀请人要读圣经的时阵，定定会看到，但是看马太福音感觉会小可读袂落去，因为马太福音的起头是足侪人名对无？伊咧讲耶稣基督的族谱，所以伊有足侪人名开始咧记录，但是这个代表伊咧讲耶稣基督到底是啥物人？耶稣基督的族谱是啥物？这是马太福音的起头。路加福音的起头咧，路加福音的起头，伊用真长的段落咧交代圣诞的故事。伊用真长的段落，真两章咧讲耶稣基督降生的事。约翰福音咧，约翰福音伊一开始就讲，伫起头是有道，道就是道甲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所以，这个神学老师讲，安尼看起来吼，马可福音的起头，那亲像树伫迄个起跑线共款。伊安怎写？伊讲，就干那一句：上帝囝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就安尼。这就是马可福音的起头。到底伊要讲啥物？也是咱嘛会当来想看卖。若是咱要讲五人传福音的时阵，伊就是一个树伫起跑线的信息，咱会安怎想？定定咱大发热情想要传福音，咱会用真侪无共款的方法，自古早到现在，教会用无共款的技术，我讲技术甚至是策略，想要五人传福音，想要互人来进入教会中间，总是咱有认真去想福音是啥物无？到底咱要五人传福音，福音是啥物？福音对我到底有啥物款特别的意义呢？若是照着马可的解释，福音是一个互人输伫起跑线的信息，咱敢会继续想要五人传吗？咱敢会继续想要五人不断来传福音吗？耶稣基督是一个乱俗的形象，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是一个谦卑的形象。那亲像咱咧五人传的时阵，就是讲咱爱谦卑认罪。如果咱咧传福音，那亲像是一个爱人输伫起头的信息，咱要安怎阁继续传落去啊？马可福音伊继续写落去。伊看起来是一个输伫起跑线的福音书，但是伊却有可能真做见证耶稣基督上早的一本福音书。伊咧引带每一个读福音书的人，做伙跑走伫这条道路顶面。所以伊一直咧跑走，伊的信息咧带人不断向前来跑走。检测伊咧讲的是输伫起跑线有要紧无？这可能真做一个咱真大疑问，因为每一个家长拢认为讲，囡仔袂当输在起跑点上。但是检测咱咧读马可福音的时阵，伊也咧问咱一个问题，但是重点伫对啊？莫输伫起跑线但是安尼重点伫对？如果不要输在起跑点上，那我们的终点到底在哪里呢？伊本来咧讲诶，到伫上尾啊，到伫16章，到伫上尾啊，伊所留落来是规个足侪妇人人看到耶稣基督国外了，因惊吓，就结束啊。所以，这个老师佫继续分享讲，伊是一个输伫起跑线的信息，佫哪亲像走伫要到伫终点的时阵，无注意迄个跑走的人佫安怎发现？终点线应该是头前，结果佫互人提走啊！原本已经要冲过，但迄个线佫互人提走啊！意思是，咱爱不断走落去。信用这条道路顶面是一个不断向前走落去的信息。当咱咧军队耶稣了后，当咱领受，今早起咱有几个兄弟姊妹要领受洗礼，当咱洗礼了后。这嘛真趣味，领洗礼是一个承认家己输伫起跑线，但是佫要
继续照着耶稣的规律，不断向前走落去的信息，为着要得到最后的愿望。所以这是一条不断向前跑走的路。总是踮伫整个社会，咱会感觉这是，互咱有足大的要义。咱感觉哪会安尼？咱所讲的信息是一个软弱的信息，咱所讲的信息是一个我无够野，我需要别人拯救的信息。整个世界一直咧讲的，拢是我爱比别人搁较厉害，我爱赢过别人。到底上尾啊，咱伫生命中间一个，咱想要不管是人传福音，还是想要去达到一个目标的时阵，咱会发现，原来咱上大的动机是啥物呢？有可能咱上大的动机是烦恼，是惊吓。教会有时咧面对传福音这件事工的时阵，咱上大的动机是惊吓，是烦恼。我烦恼敢若无法度高效，所以我惊吓，我烦恼。所以咱坐事工，咱坐活动，受到这个惊吓所捆绑，逼到人伫无用的中间，渐渐失去愿望，失去喜乐。那亲像进入一个黑暗的时代共款。咱真正想要传福音的原因会是啥物呢？咱的动机会是啥物呢？踮伫这个黑暗的时代，以色列人哪亲像也超找袂到迄个愿望。因咧期待弥赛亚会当来到，因为因有真长的时间哪亲像听无上帝的话，因一直期待弥赛亚赶紧出来吧。但是因却一直等无。以赛亚书记载踮伫遮伊所讲的：我找我的使者伫你的面前来修正你的路。有伫叫伫旷野的路，伊的声讲，着避办主的路，修直伊的小路。先知对古早的信息到这个时刻，伊一直咧讲，有一个弥赛亚要出现啊，有一个拯救要来啊。以色列人一直等，一直等，但是因等有无？那亲像等无共款，每一个人。看起来，敢若弥赛亚，但是上尾也发生啥物代志，却带来搁较大的悲剧。每一摆有愿望出现，但是却带来的是一摆搁一摆的失望。整个的信仰团体陷入一个真大的危机中间，到底是爱等偌久啊？现在有一个人出现啊，惊死的约翰出现啊，伊穿啥物？穿绿道门的衫，腰下披带，食啥物？食草莓，甲山野的蜜。出现踮伫旷野，伊咧宣讲悔改的洗礼，互人会做通得到赦免。伊开始咧宣讲啊，足侪人开始群我约翰。犹太全地甲全约耶路撒冷的人，拢到伫伊的面前，踮伫约旦河来受洗礼。咱即马就歹想象。今仔日几个人要洗礼？咱有当时啊坐的时阵，可能20-30个人要洗礼，但是照圣经所记载，伊是全犹太耶路撒冷的人全部要来受洗，迄是虾米款的情景啊？马可咧写的敢袂伤过，互人感觉太过惊讶吗？这是虾米款的情形呢？但是事实上有可能。照历史的记载，迄个时刻真正是安尼。约翰所传讲的信息，带来侪人愿意伫上帝面前悔改。但是检采伊的宣讲嘛，点到以色列人一个心内底的期待，因为踮伫旷野，旷野代表啥物？旷野代表上帝会当甲人踮伫遐。当头对面三度的时刻，因要踮伫遐拄着上帝，因要踮伫旷野重新熟悉家己的身份甲价值。所以啊，检采踮伫旷野，当约翰出现的时阵，因所期待的是这敢是迄个会当拯救咱的人吗？因期待讲，这应该就是啊吧？因所等的应该到啊吧？无想到约翰佫讲啥物？意思无？
伊毋是有一个踮伫我后壁要来的能力比我搁较大，我是甲伊头画大，拢袂堪力。我用水甲恁行洗礼，但是伊要用圣神甲恁行洗礼。约翰真清楚表达一件事，伊的工作是啥物？伊的工作是备办。约翰的工作，伊所宣讲的，伊所行洗礼的信息是备办。备办每一个人将焦点放伫所要来的迄一位啊。备办人迎指耶稣基督要来到伫遮，备办人会当悔改，迎指真实福音的来到。悔改的意思是啥物？悔改的意思是当愿。我一直照着我家己所想自我中心的路，一直咧撞，都要混乱啊！悔改的意思是爱打动啊，当越过来，向上帝来行吧，这叫做悔改。所以约翰的信息是备办人要进入一个悔改的节奏内面，备办人会当准备要转来到伫上帝的面前。约翰所做的是备办，检查咱今仔日每一个人所领受的传福音的工作是啥物？备办。传福音的工作是备办人会当真正认捌耶稣基督，备办人会当来到伫遮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备办人会当愿意悔改承认耶稣基督成做因生命中间的救主。这是约翰所领受的呼召。伫咱现在，咱也受到这事所影响，咱有惊吓，咱有烦恼。总是约翰伊知影的是备办，为什么伊会这么欢喜来做这件备办的事呢？咱逐个人拢想要有成就啊！咱逐个人拢想讲，我做这件事，我会当互侪人来得到喜乐啊！得到福气啊！但是约翰讲，我干那做备办，重点毋是我，重点是后壁要来的迄个呢。咱咧服侍耶稣基督，敢会是安尼？咱所要做的其实是互迄个后壁要来的迄个通得到荣耀。所以，若是照安尼，咱所做的其实拢无算做是啥物。咱咧备办耶稣基督要来到。咱咧备办未来所要成就的一切。顶礼拜咱的中一当讲，咱做伙咧讨论一个议题，咱逐个人来有一个创意的发想，大家咧讨论10年后东门教会要生做安怎。所以每一个人拢提供无共款的意见，无共款世代，咱有较年长的，咱嘛有较年轻的同工。无共款时代的人，其实无共款个性的人，咱所看到的嘛，拢无共款。咱所看到拢无共款，但是咱也共款拢咧领受耶稣基督的呼召，为着要成就伊的工作，毋是我的工作啊。有时咱想过要紧咧看讲，我要做啥物，但是袂记你讲，我所做的其实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我要备办耶稣的工作，宣讲为着要互人认捌耶稣，敬拜为着要互人经验上帝踮伫遮，做事工为着要帮助人跟对耶稣的脚步来行。所以教会所讲的传福音，咱搁定心来想，伊不过是咱的生命真正感受到跟对耶稣的平安甲喜乐。所以愿意向人分享，愿意向人分享讲，你嘛会当来熟悉吧？你也会当来熟悉迄个点伫我后壁迄一位，备办人来认捌主。若是咱真正的出发点是迄个平安甲喜乐，咱咧传福音就会有开力，咱咧传福音就会当真正改变人的生命。咱拢是互上帝所掠掉的人，无论咱跟对耶稣偌久，咱自细汉可能踮伫一间教会，咱也有可能到年纪大的时阵，咱领受洗礼，
但是无改变的是，咱每一个人拢是互上帝所掠着的。小朋友就爱耍一个游戏，特别踮伫咱的教会内底遮大间，所以就爱耍啥物？捉迷藏。踮伫咱教会内底遮大间，所以玩捉迷藏就欢喜的。但是捉迷藏上该欢喜的时刻是啥物时阵？互人掠着迄个时刻。你若是足厉害，唱到1点钟拢掠无你，迄囡仔通常到迄时阵拢安怎？我嘛挡袂牢，想要走出来，互人掠。若是有一个人佫美甲足好诶，其他边仔诶人拢互人掠着这个时刻叫会安怎？咱若看囡仔就会发现，迄个互人掠着诶囡仔开始伫边仔咧打 pass 对无？开始咧打 pass 讲，多一个人，多一个囡仔即马比伫对。咱有想过这哪亲像咧传福音无？咱每一个人拢是互上帝所掠着的，咱互上帝掠着的迄个时刻足欢喜的。过来咧，咱嘛开始想要，甲要掠人的迄个人打小报告，会去看迄边仔佫有一个人秘伫遐，所以当迄个秘伫遐秘足久，互迄个要掠的人掠着迄个时刻。迄是一个欢喜的事，迄是喜乐的事。咱的生命敢毋是安尼吗？咱咧传福音敢毋是安尼吗？咱咧传福音的时阵也是，因为咱互上帝掠着，所以咱的生命真正欢喜，佫有平安，所以嘛开始咧看讲迄个边仔迄个人吼，秘伫遐足久啊，伊嘛感觉足无聊的，伊嘛感觉敢若一直无人找着伊，一开始敢若有成就感，但是慢慢感觉。我到底是要阁等偌久啊？所以边仔的人就开始斗相共，甲伊讲看，迄个人就秘伫遐，去甲伊找倒转来吧。教会哪亲像这个捉迷藏共款，咱拢咧等待上帝掠着咱的迄个时刻。上帝掠着咱，互咱会当敲找咱生命的好调。上帝掠着咱，嘛会当，互咱会当真正愿意去到伫无共款的所在来成做伊的使者，愿意服侍人，愿意服侍上帝。前几工我嘛拄啊，互人掠着，只不过想要去南神的图书馆甲因借的册，去到伫遐就看到院长甲一个长老踮伫遐咧开讲。迄个长老过去踮伫东部馆熟悉，所以我几年无看到伊，想要去甲伊拍一个招呼，所以我就行过，行过了后就互吴院长掠着，坐伫遐甲因咧开讲。迄个长老是进前自济大学的校长方菊雄长老、方菊雄长老。方长老踮伫自济大学咧做校长，这感觉足奇怪吼。一个长老正做自济大学的校长，伊讲伊是全自济系统内面唯一一个当证言出现的时阵免拜的人，免跪落去拜的人。伊家己几摆咧讲这个见证，伊讲吼，我正做一个互上帝所掠着的人，上帝爱我做啥物，我无选择的权利。当伊要接的迄个时刻，伊嘛咧想，逐个人所想的这个问题，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的长老，敢通去做自济大学的校长？结果迄天要准备要证言要选伊做校长的时阵，伊去甲证言讲话，伊也足直接甲证言法师讲：我是一个教会的长老，我跟对耶稣真久。我也未改变。结果证言的回答是：咱知伊讲啥没有？我唔惊你是基督徒，我敢若惊你无信用。我唔惊你是基督徒，我敢若惊你无信用。这句话嘛，真直接，来互咱通得到反省。咱定定惊足侪代志啊，咱定定惊足侪事。咱惊人，惊这个社会，惊整个世界的氛围，但是咱敢若
毋惊上帝。当这个毋是基督徒的人讲，我毋惊你是基督徒，我敢若惊你无信用的时阵，这检测也真做一个咱真大的反省。咱伫军队耶稣的过程中间，咱怎样活出真实的见证？大港节，互咱有机会，搁一摆悔改伫伊的面前，咱也准备要迎接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伫咱中间。今仔日咱也要见证，有几位兄弟姊妹因要领受洗礼，成做耶稣基督的子儿，加入咱东门教会的大家庭。咱通过安尼要见证，是上帝掠掉每一个人。上帝掠掉这几位要洗礼的兄弟姊妹，上帝也掠掉咱，互咱做伙陪伴伊的工作。通过圣餐，咱也搁一摆要纪念耶稣基督，成做咱生命真实的愿望，使用咱做伙来陪伴，陪伴愿望要来啊！陪伴世界的光，要搁一摆照光这个土地，请咱同齐来祈祷。主管感谢你的疼，因为你掠掉阮每一个人，你拣选阮通成做你的子儿，互阮三担当服侍的责任，为着要与人分享，为着要与人宣讲，来啊！阮真正需要悔改伫你的面前。今仔日当阮踮伫遮，也有几位兄弟姊妹要做伙踮伫遮领受洗礼时，愿主你的圣神搁一摆感动阮，互阮真实活出新的生命。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请咱做伙来吟圣诗351首。主的水泉有水满满，未受所空心的画面，其他人所欠伊未受死，你甲我无欠真经。上主的水泉洗清罪过，互人改变的生活命，开比大所的也未开会，祈求的人变成羔羊。咱得到帮赞是我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所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国活了后，也未上天的大神有讲，天顶地下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物件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驾驶因手，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路尾。今仔日咱要踮伫遮，为着这四位兄弟来行洗礼，徛踮伫遮有庄荣恩、倪恩赐、蔡正伦甲廖本祥。恁有准备要领受洗礼，所以也请恁要踮伫这个时刻来应答牧师所要问恁的问题。恁有相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是毋是有深深悔改认罪，并且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吗？恁着爱信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生行伫伊的道路顶面，尽信徒的本分，恁敢愿意安尼行吗？好，咱要踮伫遮来为着因行洗礼，请咱的会众做伙起立。
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阿门。你恩赐，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阿门。蔡正伦，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阿门。廖文祥，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我只是来做宣告，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我奉教会的头就是大人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也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甲台南东门北克里纪念教会小会的权柄，接待恁正做成人的会员，有份伫主的宴下，请咱同齐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阮搁一摆见证，上帝你竞选人真做你的家己，搭这四位兄弟庄荣恩、倪恩赐、蔡正伦、廖本祥已经领受洗礼。主，愿你的信心亲自临在踮伫因中间，改变因的性命，互因会当真实真做新创造的人，也互阮踮伫教会中间，阮三哥的三夫妻。互阮整个教会不断见证上帝你的疼的团契，愿主你怜悯，愿主你赐福气，踮伫因四位兄弟，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来看一下的，看。好，请咱的小会员甲秘书长老做伙来接答。前面一点。OK，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所以请你们向后转哈，跟大家介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对道宾家，我的上道宾家，这是庄荣恩吼。庄荣恩伊是咱教会育婴节的囡仔，荣恩过来准备要做兵，所以伊讲伊想要踮伫做兵前来领受洗礼，感谢上帝恩典咱欢喜伊当今仔日咱领受洗礼。过来这是恩赐，倪恩赐。年次细汉踮伫卫礼堂咧受洗礼，
啊嘛来到伫咱中间，伊也欢喜要成做咱教会的一份子。过出来，这是蔡正伦，蔡正伦一直拢踮伫咱青少年中间吼，甲是庆余的小弟，啊，咱拢踮伫咱青少年牧区中间，啊也恭喜伊。过来廖本祥是迄个廖学志甲刘金华因夫妇的囡仔，伊踮伫英国咧读册，啊也拢踮伫英国的教会咧聚会，也真特别，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转来到伫台湾，拄啊好，会当赶上咱教会，会当要踮伫遮甲伊行洗礼，所以咱搁一摆拍鼓啊，欢迎伊。好啊，所以可以请回。接下来，咱继续来吟351首的第3节甲第4节。伫咧吟的过程，咱今仔日也要为着小儿要踮伫遮来行洗礼，所以也咧吟的过程，请爸爸妈妈带迄个许乐会当来到伫头前。好，咱依然来吟第3节甲第4节。上主的罪责是咱拯救，有清净奇妙的平安，比世的中间也是平安，为你为我都肯陪伴，上主的罪责。是何等难，若是那归行未过单，恩惠要默默交伫面前，坚记你我长久羔羊。咱来听马可福音所记载的。有人带细囝就近耶稣，要互伊蒙恩。学生接鼻音，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得敬因，因为上帝的国是即号人的。我实在甲恁讲，既若承接上帝的国，无亲像囡仔细囝的，果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画手祝福因。恁的细囝要受洗礼，所以也要请恁两人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信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着倚靠上帝所赏赐的快乐，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就用基督较好的行为来培养因，互伊所行学伫上帝教会的法度，恁有要照安尼来行无？愿主赐予恁的细囝帮助恁，会当来受这个约，所以即马要来为着伊来行洗礼，也请咱做伙起立。是了，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我来做宣告，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做未备残会员，来有份伫新的约的恩典。当这个小儿的父母甲会长，咱亲自踮伫遮做干净。也分担责任来培养伊，直到伊领受更新礼。咱同齐来祈祷，全能永远伫地上帝，愿恳求你保守照顾这个细囝，引带伊的身躯甲灵魂，互伊智慧甲智慧哪加天，上帝甲人就哪听伊。愿你将天顶丰丰富富的恩典赏赐伊，引带伊，通平安经过最紧仔的时期。救伊脱离少年的引诱，
到时互伊为告别家己的信仰，也会坚持到落尾。主上帝管伫遮干净这项事，愿主你的听充满因整个的家庭。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好，请坐。来。OK， 后来赶快向后转吼，介绍这咱嘛拢熟悉，陈翔甲慧婷，囡仔叫做许乐，我咧看这个名吧，感觉伊头一个叫做许悦，许乐唔係咱读许悦，所以咱确定者这读许乐，咱拍婆这台。好，感谢上帝恩典，互咱见证这几位兄弟姊妹通正做伊的囝子。伫咱周报中间，阁有一个蔡国雪姊妹，因为厝内底阁有一寡反对的声音，所以嘛请咱兄弟姊妹继续为着伊来祈祷。因为蔡国雪姊妹也身躯顶面有真大的病痛，也得到咱美珍姐引带，伊其实心内底足期待会当接受洗礼。总是还阁有一寡阻挡，所以请咱也踮伫祈祷里，请咱做伙来吟圣诗364首。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记那属伫伊教会的陪餐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记那归允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恁记那着我打重大的，着就讲我要互恁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支持。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主耶稣互人买迄暝有摕饼祝谢来对伊讲，这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所拍破的，恁就甲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伊也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就甲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这饼、啉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买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现在伫伊的名，咱大声来感谢上帝。主耶稣现在愿遵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愿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才会摆列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对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赞，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
也会生长伫你的恩典，通荣耀你的圣名。愿咱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所拍破的，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所拍破的，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所拍破的，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所拍破的，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请咱旁边的长老来服侍。既然咱已经有受过圣人洗礼以及虔信的兄弟姊妹，请咱会当做伙踮伫遮来摕。毋知咱阁有倒位还未摕到无？
这是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同齐来领受。食了，伊也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恁逐摆食这饼、啉这杯是着纪念我，请咱同齐请旁杯的长老来服侍。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
既然恁的时，就该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这饼，啉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弟弟，请咱同齐来祈祷。愿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通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有阮为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他以后会通荣耀你。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咱搁一摆吟364首，食这饼，饮这杯。食这饼，饮这杯，主公我的行为。吃这饼，饮这杯，辛苦我的行为随他。为着要报答上帝的恩典，咱即时要来进行奉献。
即时我来报告，咱本周社会公告周报第8面，咱先看社会公告。第一条，本主日12月6日举行圣礼典，第一堂礼拜中举行洗礼及圣餐，第二堂礼拜中举行圣餐。第二堂礼拜后，伫社区发展中心嘉比屋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第二点，本会伫11月29日有通过蒙道理，伫今仔日接受洗礼有庄荣恩、倪恩士、蔡正伦、廖本祥等4人。小鱼洗礼有喜乐。接受咱看教会消息，第一点，12月6日本主日是大港节，第二主日大港节点击的首长安排如下：第二主日，也就是今仔日点击的首长是张志峰会长，家庭团契的会长；第三主日点灯的首长是小家庭团契第3役会长；第四主日点灯的首长是妇女团契黄桂香会长；第二堂礼拜点击是由青少年服务区主任2来负责。12月2日。这个礼拜六，社福部甲妇女团契有要前往高雄市生命园专人关怀协会障碍家园办理圣诞关怀活动，请有登记的，伫当日上午9点，伫社区发展中心集合出发。第3点，请各团契制作2021年第一季聚会的内容表，伫今仔日本主日进前来到我办公室，通编印周报。第4点，2021年本教会继续推动信徒每日读经，每日读经的教材是采用台湾教会公报社出版的新眼光读经，请要参与的会通到教会大楼来填写报名表。第5点，今仔日礼拜后，伫教堂的西侧就是教大楼的头前遐有开放会，互会友来领取2020本，请人详时会当来签名领取。团体消息，第一点有乡务团体新南中乡里部伫12月12日就是要来的拜六下晡2点半，伫台南市北门教会举行2020年冬季例会及庆祝圣诞感恩的礼拜，请有报名的准时来出席。第2点，乡务团体因伫12月13日上午10点半，伫社区发展中心上大大教室遐要举行庆生会。庆生会结束了12点，中午12点伫伊丽莎白纪念教堂下边遐要举办岁末感恩爱餐，有报名参加的也请准时来出席。咱来继续来读本周的金句。我来读一遍，小等咱来读2遍。伊传讲，有一个比我较有权能的，缀尾我来，就屈了来偷伊的话大，我也袂堪得。马可福音1章7节，咱做伙来读。伊传讲，有一个比我较有权能的，伊缀尾我来，就屈了来偷伊的话大。
我也袂堪得。马可1章7节，搁一遍。伊传讲，有一个比我较有权能的，缀尾我来，就屈了来偷伊的话大，我也袂堪得。马可福音1章7节。这是咱老牧师。好，咱来有几项补充报告。咱后礼拜上年团契迄个港湾爱餐结束要举行迄个各团契甲部长的迄个施工协调会，所以嘛，请咱的部长甲会长会当注意这项事吼。好，今仔日有几位咱受洗礼的因的亲人嘛，踮伫咱中间，咱也做伙欢迎吼。有尼恩赐兄弟的爸母对无？咱请因做伙起立好无？跟做伙欢迎吼，好欢迎你们。过来有廖本祥的爸爸妈妈伫后壁对无？嘿。然后荣恩的。来，玉莹姐离下。来，郑伦的姐姐，还有妈妈也有来。好所以咱下礼拜刷咱受洗的人，咱做伙踮伫遮，甲咱的小会员来翕相好。好过来佫有顾家慧姊妹的朋友吴淑敏姊妹，毋知踮伫啥物所在。底下咱做伙欢迎你吼，好，欢迎你来。过来佫有这是施明荣嘛，施明荣姐妹，伫后壁，欢迎你吼。好，咱等下礼拜三咱会当佫继续有亲恩交易的时间。好，安尼咱来进刷八遍的诗歌，咱同齐来进信息399首，愿上主大真爱，请咱做伙起立来进。上主大真爱，因甜蜜是现代，主的条每时刻，甘你行同在，我自今刚变就你行主。代理，主信心无受你对之事，高兴世界代，愿上主大真爱，因甜蜜是现代。就你天主的关台里，主信心保守你对之心，高兴世界代。咱做伙领受上帝祝福，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加感动，甲咱敬兄弟姊妹三弟弟对答到因世代无煞。阿门。请坐。